正在听讲熬早。现在是正甲之声空中播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46页，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46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5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5节。就是解说甲不出不入不定不乱，即马呢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一面。一面就是三性无助，理自相即；三性无生，理性相想。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这呢，就是这位玄彻大师啊，来向地方禅师来回答六祖慧能大师的禅。因为在前面，这位玄彻大师就对这位地方法师啊，对这个地方禅师讲：既然不见有无之心嘛，就是上定，哪里有出入呢？若是有出入啊，这都毋是属于大定啦。在迄个时阵，这位地方禅师因为无话好应，想真久了后呢，才问讲：你到底是亲近哪一位法师啊？意思就是讲，你所讲的这个禅意义遐尼只奥妙，也到底是亲近什么人？迄当时阵，玄彻才甲伊讲，伊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弟子。那这位地方就甲伊讲，既然你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弟子，那六祖慧能大师的禅又是如何呢？因此，这位玄彻禅大师呢，才甲伊讲，我师所说啊，是妙淡圆寂，体用如如。我运本空，六定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三性无助，理自相即；三性无生，理性相想。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就是啊，将六祖慧能大师所教义就安尼呢，来讲互这位玄彻啊，互这个地方法师来了解。咱前面呢，就是讲甲不出不入，不定不乱，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伊的禅呢，乃是妙寂啊，妙淡圆寂，体用如如。对于这个外面的五蕴讲起来是本空啊，六定非有，所以呢，就是不出不入啊，不定不乱。对于前面所讲的不出不入、不定不乱，咱已经是解说了。但是这个不出不入、不定不乱呐，甲五蕴本空六定非有呢，这有连带关系。因为无太忽然间讲这个妙淡圆寂体用如如，安尼来讲这个不出不入、不定不乱就可以了。为什么佮加一个五蕴本空六定非有啦？这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伊已经是一个开悟的人，所以站在悟的立场讲起来啦，咱五蕴这个身体啊，根本就是空的物件。呀，外面的这六定境界呢，这也是无的物件。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就讲本来是无一物。这个本来无一物，果然主要是欲心所讲啦。但是呢，心是一切根本啦。既然心是一种的无形无相的物件，
所以世间一切诸法，有心所变现的一切呢，也是共款的，是空无所有。因为五蕴本来是空，就是讲无有这个身体伫咧。那么既然咱人都无这个身体，哪里有啥物业定呢？咱有这个身躯伫咧，毋知讲我这个人伫咧业定。譬如讲在前面，这位贤彻大师来问这个地方禅师讲：你伫咧创啥？伊讲我咧业定。到底业定是啥伫咧业呢？当然就是讲有一个身躯伫遐，伫遐咧坐禅，心伫咧业定啦。连这个身躯都无要啥物人伫咧业定啦？就无一个会业定的人，也无一个所业的定咯。也这个六定非有，就是讲无外面的境界。咱业定了，叫做讲做出定。这个出定就是讲心已经不在定中了，将这个禅定出来。将这个禅定出来了后，你这心又是要走倒去呢？当然，这个心就变成走对外面的境界所在来。外面的境界都无，你心是要走倒去都无一个所在好互你攀缘。所以五蕴本空五阴本空六定非有甲这个不出不入不定不乱这有连带关的。也就是讲，你会当好来观察身心境界拢空迄个所在，当然呢就无有出无入，也无定也无乱。所以结果呢，就是三性无住离住禅寂。这个三性无住，就是讲这个禅的性呢，应该呢就是这个无住。这个无住就是讲你袂使你有一个注着的心讲我呢就是该安住在什么所在。那因为这个佛性本来就是在这个禅定中，就是讲佛性迄个物件，就是一种这个禅性。六祖慧能大师安尼讲啦，讲禅这是心的名，这个心呢就是讲禅的体。那讲起来，这个禅甲心这两个啦，虽然是讲名称不同，但事实上呢，所指的就是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禅，这就是指咱的心。这个心呢，就是禅的体。这个禅性就是咱的心性。伫遮所讲这个禅的体性呢，也都是咱众生心的体性。因为是属于心的性，咱众生的真心本来就是无住。参像讲六祖慧能大师，伊听五祖弘忍大师甲伊开示的时阵，到甲应无所住，其生其心，迄个所在伊就得到了悟。咱从这个所在呢，就可以会当好了解讲，这个禅的性本来就是无住的物件。那假如讲咱就甲伊讲做我咧业定，安尼你变成讲就是有住啦。所以这位贤彻大师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的禅，乃是妙淡圆寂体用如如，根本的是无出无入，也不定不乱。所以呢，禅性就是无住。讲离住禅寂，这个离住禅寂就是讲，来远离了这个住着，所以这个禅呢就寂，这个意思呢就是讲。到甲迄个叫做寂然迄个境界，就是讲远离了住着，那么到甲这个真正寂然迄个境界，但是呢，所以佢就讲做到甲迄个叫做寂然的境界乃是爱确实实无有住着在某一个所在，安尼才会当好到甲迄个寂然的境界。下面讲三性无生。离生禅相，讲当然是这个禅性呢是无生。为什么讲做禅性是无生呢？就是讲本来就是无的物件。所以本来就是无的物件呢，你袂使甲伊讲即马升起了禅定啦，即马什么无禅定啦。因为
约伊心的本体讲起来，常常在这个禅定中。啊，禅的本体呢，乃是一种一个不生不灭的物件。所以叫做讲做三生不生，二生禅相。袂使你啊，有生起一个讲啊，当我即马生起禅定啦，袂使有即款的一个想法。下面讲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讲这个心呢，参像这个虚空共款。毋过呢，确实啊，无一个虚空的量。咱直直讲这个虚空是无量无边。你讲这无量无边，也阁有一个无量无边的这个量伫咧，也是不对。所以心虽然是参像虚空呢，但是你也毋通执着讲我的心啊，就是参像虚空共款。你若是讲执着讲我的心就参像虚空共款，安尼结果呢变成有一个虚空的量。下面讲风闻时说，经来一书，书闻言，仁者何来？风技术真言，诗言：生如所言，逆但心如虚空，不着空见。应用无界，动静无心。凡生情亡，灵所其名。性相如如，无不定时呀。在前面就是这位玄策大师，将六祖慧能大师的禅啊，来向地方禅师来解说。也这个地方呢，闻是说啦，就经来一说。方闻是说，经来一说，就是讲这个地方禅师啊，听到这个玄策大师甲讲了啊，伊就来参访。这个也就是讲拜谒，就是讲来来见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师问因仁者何来？师就是咧指六祖慧能大师啦。六祖慧能大师甲伊问啦，讲仁者何来？这个仁者何来，就是讲你到底你是伫倒位来呀？安尼叫做仁者何来？方技术真言。方就是讲这个地方禅师，讲这个地方禅师呢，就将这个真言啊，改记述。这个记述就是讲记录来改叙述。意思就是讲对于伊甲这个玄策大师啊来问答啦，或者种种的代志啊，拢做一嘛呢，甲讲出来。那就是前面迄段的话呢，拢甲讲出来就对。讲诗言生如所言啊，诗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六祖慧能大师就甲伊讲啦，讲生如所言。这个生就是讲实实在在，如所言就是讲参像现实所讲安尼无毋对，安尼叫做生如所言。讲逆但心如虚空，不着空见。讲你呢，若是要来修禅啊，只要你这个心呢，参像虚空安尼。为什么叫做讲心参像虚空安尼呢？心参像虚空的意思，就是讲你这个心内呢，无一点仔囝的分别妄念。你若是有一点仔囝的分别妄念呢，就袂当好参像虚空啦。若是咱一般众生心的妄念是着在有，所以结果呢，就是有一个有的迄个妄念。伊若是二乘人呢，伊是认为讲世间一切法空。那既然一切法空呢，有一个空的妄念。有的妄念固然袂使有，但是这个空的妄念呢，同款啊，也是袂使有。所以才讲做心如虚空。就是讲参像虚空同款呢，心啊，拢一点仔囝的这个分别念都无。那在这个所在呢，还阁再进一步不着空见。这个不着空见，就是讲，那你叫你讲心像虚空，你说着有一个虚空，那就不对啦。这变成有一个空的这个见。连这个
空的见呢也袂使着。这呢，若是约咱平常所讲啊，就是不但是爱将这个空有去掉啊，连去掉这个空有的这个空也甲去掉。也若是讲约较具体的讲起来，咱教主释迦牟尼佛，伊伫咧教化咱众生啊，因为咱众生处处拢是着有，就是讲将咱世间的事物、人我等等，该当作讲，这拢是实在有的物件。所以才会打破这个有。那打破有呢，也可以讲就是打破这个五执或者是讲五所有执。即马打破这个五执，打破五所有执，就变成空咯。不过异性人呢，可能啊，有打破啦，就掉在空的所在。所以连这个空也该去掉在这个所在，六祖慧能大师教讲逆但心如虚空，这呢就是讲去掉了五执，去掉了空执，就是讲到甲迄个五空法空的迄个境界。但是呢，不着空见，那就是讲你将这个有给空掉了，将这个空也给去掉了。你唔通搁再有一个讲，我把有去掉，把空啊空掉的这个念头，就是到甲迄个完全该否定了的迄个所在，连迄个空啊该空掉，迄个都无去，就扫除这个空执等等，所以叫做不着空见，就是讲心内确确实实呢，拢一点仔囝这个分别念都无啦。但是呢，这个心内无一点仔囝这个分别念，却是进一步爱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生净亡，灵所其面，性相如如。这个应用无碍意思就是讲，那你心如虚空，不着空见，却唔是叫你讲，你这个心亲像迄个石头，心呢？亲像迄个插头同款，又搁再会当好来应用无碍。这个应用无碍就是讲，随着境界之来也会当好呢来自在无碍，来去应用。伫这个所在，心如虚空，不着空见，应用无碍。这个我过去呢，捌替咱囝来做披露。咱众生的心有五执、有法执等等，就等于讲一个镜呢有垃圾伫咧。这个垃圾呢分做几落层，上起头呢是一层较粗的迄个垃圾，将这个粗的垃圾去掉了呢，搁一层较油的垃圾，这层较油的垃圾去掉了，搁再一层搁较油的垃圾。你将这个粗的垃圾去掉呢，这个油迄层的垃圾呢？原来搁伫迄个所在掉掉咧，然后你这个镜呢，原来也是未明啦。必须把这个镜内所有的垃圾的物件，拢做一摆甲切好清气。但是切好清气呢，并毋是讲这个镜无去咧，也毋是讲切好清气了，这个镜的水银拢甲切掉去，所变成一个玻璃啦，毋是安尼意思。这个镜甲切好清气，外面切好清气了。正就是迄个镜呢，光，这个镜真光呢，所以你要用就会当互你来去应用啦。应用法呢，你看镜若切清气，咱人的身躯外显咱人的身躯，面外显面，手外显手伫遐，拢互你看较清清楚楚伫咧。这就是等于遮所讲的这个应用无碍。那个人讲，这个镜内底若是垃圾的时阵呢，你要应用就有碍啦。因为镜了垃圾，所以你要照物件照袂清楚，照袂清楚就是种有碍咯。一定这个镜足清气，迄个所在呢，你该照才照会当好足清楚。也就是讲，把一切在分别妄念拢去掉，迄个所在，你这个智慧呢，才会当好来显现这个妙用。这就是遮所讲的这个应用无碍。所以这应用无碍呢，
就是离开了一切分别妄见了，将一切分别妄见拢给扫除了，迄个智慧的自在妙用。下边讲动静无心，这个动静无心的意思就是讲，无论是动啦，无论是静啦，动出在去动，静出在去静，伊啊无这个心，无这个另外有动或者是讲有静的心。即咱也会使咧摕一个镜来甲伊做一种的一个比例一个解说。比如讲，即个镜试甲真清气迄个时阵，即马有物件伫咧镜的面头前，你譬如讲一个人点点徛伫迄个镜面头前，迄个镜共款呢，也甲伊照，就是一个人点点徛伫遐。一个人伫咧镜面头前，伫咧叮当，搁再讲较明显的，伫咧跳舞，出来去跳舞啊！迄个镜咧绝对啊，袂去分辨讲你就是点点徛伫遐你就是咧跳舞哦。我想迄个镜呢，虽然会甲照迄个物件出来，但是镜呢袂生起迄个分别心。咱遮所讲的即个应用无界动静无心，也是啊，以即个来去甲体会咧就可以了。一边讲幻性静妄啊，灵所其面。幻性静妄就是讲到即个一切无心迄个所在呢，无种种的分别，那就是讲无有凡夫，无有圣人的即个分别念。即个静者就是分别心啦，妄就是讲该袂记哩。就是讲毋通有一个圣人，或者是讲凡夫的分别。当作讲佛祖是圣人，咱众生就是凡夫。众生凡夫是无毋对啊，但是欲心的本体讲起来，咱众生心的本体，甲佛的菩提涅盘结果是共款啦，同一体的物件。你哪会使来甲分讲是一个凡夫，一个圣人呢？所以凡夫圣人这款的见解拢会去掉。所以讲做幻境性界啊，这呢，原来是心中的染污。假如讲你有一个幻境性界，安尼就毋是心如虚空，你这心呢变成有执着就等于讲迄个镜内底还搁再有一个垃圾，有一个污点。下面讲灵所其面，这个灵是用主观所讲，这个所就是用客观所讲。那用咱修行讲起来，我是一个会修行的人，叫做讲灵。我呢是一个会正果位人，就是灵。这个真理是我所证，这就是所。变成讲有灵有所。那事实上，用真理的本身讲起来，一切拢是基足。咱的真如佛性是本来基足，菩提涅盘本来基足，无一个宁静的人，无一个所静的人。叫做讲做灵所其面，性上如如。这个性就是讲约体性所讲，相就是约外表上所讲，就是讲内里的性，外面的相，这是如如。如如者就是讲无差别，无不定时啊。讲人咧讲起来呢，根本的无有限定的时阵，就是讲你会当来去体会，你时时刻刻呢，都拢是在这个限定中，才讲做无不定时啊。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对地方的开示。注意看先听众，就请咱各位暂暂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